空调关掉，有点热呢。那你要么少开一点，然后风速小一点，好不好？营销啊，在隔壁。哦，哎呀！你说你是不是故意的？误伤。这有勺子吗？没有啊？这个里面是什么就什么呀？拆吗？不拆。是不是就隔壁的那个，就是那个鹅肝什么饭什么？不知道。不是，我就是不想拌。哦，我就想这样吃，怎么了？毛病。妈妈，我呛到了。不是这个是不是要告碎的？嗯。这个要拌碎吗？随你。妈呀！我也是，哎呀，你也在咳吗？你是呛到的，我知道。果然拌着好吃点。对，是有点红。是有点红啊。等会高光。我觉得高光再搞一点。你看我这颗凸出来的痘也打不掉。好。但是你的范围呢，就更加这个叫什么边缘性包裹的更好一些。我比较突出。来，给姐姐放这里。等我觉得我把这个尾巴稍微调整一下，我有那好很多。你帮我剪了几然后新龙门的放楼上了啊，你到时候直接去楼上拿。好嘞，谢谢。君，他不来了。你看我自己开始。呀，你走啦！我想炖啊。我想借一下他们高级的这个高光的没有了，你有这高级一点的吗？我反正是生活装的，我把它拿过来用。稍微有点白啊。这个我拿那个小底，我上了。你上来。晕，给我晕。对面嘛，这个也是我的。那杯是你的，你是又去开了一杯吧？没有啊，就是这杯在这里，然后那杯在那里，然后我刚才喝过了，发现这里还有一杯，我觉得这杯是我的。没关系，喝了就。没，但是东东这杯是你的。东东这样子的，这杯那是姐姐没有喝过的，我去拿那个搞不清楚的那杯无所谓的。不是啊，那就是这杯是你没开过。我没开过呀，所以只能把那2杯，那杯是不是你也喝了？哎，不对，不对，这里还有一杯，这里还有一杯。那哪杯是？那杯不是我的啦，那杯真不是我的。哦。你看，我差点冤枉了。不是，我再给你背锅好吧？我想如果都喝过了，我拿你那杯，然后他这杯没喝过的给他。那杯应该是别人的，我怕别人的给喝来了呀。现在有点难看呀。好。还好你在左边，我右边都长在右边。别关门，我知道了。别关门什么？厕所能看到。你。我有经验。大姐什么时候也这样？哦，上次圆圆给我画的时候。对，我现在手上，手本来就不好看，现在我觉得你等会可以把手遮一点。又多了好几个疤，怎么遮呢？底不能上去的。算了。这个底能上，这可是现在还没，就还不行。那就这样。要不双眼皮贴胶一下？那更丑了。它皱起来了，在这个位置。我也想用一学这个。在学校里啊，在学校里不许冲出来。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傻不傻？视力不够好了吧？看不见，真看不见，一个字都看不见。天哪，到了拼命遮眼袋的年纪。问一下他们谁电？谁有那个带那个？对，完了，我没电了。等会去借一下。剧院的前面是有没有充电宝接的？就剧院的前面。有的，对的，真聪明，夸夸你。你跟那个谁说一下。趁有电的时候说呀。楼上啊？前厅吧，应该。楼上没有哎，我刚刚回来。前厅有吗？你知道有吗？有的，就是那。你有没有那个那个最红的那个红？我感觉有点太过，因为底色太红了，所以颜色有点上不去，我看雕一点在那个。把那个后面打开啊。哪个后面？手机壳后面那个。壳不高，是我这边夹不住。没关系，可以的。我这边刚才那个还是我刚才那个，我这边找个东西夹也好。
哎，就对了。大聪明很聪。粉丝还有只有用一个放进去。你们两个还是有采访，但是具体题目什么，现在英丽还没发过来啊。好，就是结束以后，到时候到这边后台。你有没有那个很白很白的白？没有，那个就是我最白的白。 Hello， 你有胶水的吗？有个不太好用的，有就行了，我没有。哦，等会我看看，就好像有，这是10年没有用过了吧？这个盖子在哪里？是吗？你打开的，我打开的，你打开的。你打开，你先打开，我从你手上接过来。好，漂亮。这碗汤是不能喝。这个镊子，原先是夹的这里。哎呀，这个我要跟你们组织个收过来，啊，就是26号的这个哦，敲门在的吧？稍微过来听一下。大合影吗？知道的，官方有公布过，但是怎么合不知道。对呀，哦，那暂停一下好不好？那我们告诉你啊，暂停一下啊。不是，让他带到外面去。来，不带到外面去。那反正你让他们来看演出就是了。他们说谢谢领导。看什么呀？发挥的怎么样？那个给我一下，那个这个的胶。的胶。对吧？我这边好像也没有呢。没有。嗯，嗯，那我去那边拿。你帮我也拿一个吧。是演的像。今天呢？今天又有了，他都没回我。我现在可能不用了。那，阿菜。啊，那，感恩，我以为没有。春姐，你刚刚没有，我问可以拿。睫毛也没有。鹅佩兰没有，这个是可以的。然后你们俩分一分。哦，好的，没事。我们是好。同一个款吗？不是吧？你也是99。我要99的。好的好的给我这个。那等会儿给你啊。这个是什么？金桔吧。金桔可以直接吃。我看一下这个，这感觉像是什么枣子。什么？刚刚你说啥？他们在说金桔。哦，那我怎么听到了云霄什么？没有，我们在研究这是什么东西。他问我这是什么，我说应该是金桔。睫毛膏，你怕是也没有吧？我也需要用一下。我也没有，我要问题是啊，生活中的给我用一下也一样，你是刷自己睫毛还是那个？就是自己睫毛，把它刷一下。因为我这个梳子比较密哦。没事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可以的吧？可以的。是不是不是黑色的？黑色的呀。这款是。怎么感觉像定型的那个？没有，我就带了那一支。我要不要帮你去隔壁借一下？好呀。刷不出来啊。有点没什么颜色，好像。你的隔壁的。哦，我就说我找不到我的睫毛了，你你要我？圣爷。干嘛？你不像个狗一样？你才狗呗。什么狗？什么狗？小奶狗啊？我还以为是小甜狗。云霄他说这支非常湿，你得当心得刮着用。哦，好的。非常湿，所以你要当心。好的。会防水吗？这个？它不是吸取卸妆，吸取的消融的。应该是防水的吧？爸，我没问。那要求蛮高。因为肯定要等下有流眼泪的吧？对，要哭。怕那个花掉，对。诶，那不是你现在你那个睫毛上也会画下来吗？不防水的话。但是我这个是防水的，如果你下睫毛，它是可以用这个哈。对。上睫毛，眼泪总不至于上去。对，我用你这个，对，上睫毛用的。单着。我随心情穿。主要是这个眼睛。孔老师在看我直播啊！孔老师在看我直播。因为我现在正好发到你了，点进来。哦哈。
说常老师啊，哎，给你看个东西啊。不要给我看，我在直播他。现在没有空。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我那里有，可能你什么时候借我的吧？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在三门那一轮折子戏，我他会说不记得少了个帮手。果然不记得。反正我今天算是破出来了啊。应该是你借我，然后我带回去了。什么？这个是骁龙的湿的，这个是蔡明的，稍微那个点一定要给它多拉两下，把这个刮下去再用手，再3下。他的意思是这样刮2下，我刮了，你是在里面刮的吧？对。真的蛮湿。太过湿会染妆。好久没录影了。我是听到了的啊。那主要你俩没空啊。看星星看到现在星星都要没了。胖哥，你不是说带我看流星雨的吗？你有空吗？扎不扎心？你有空吗？因为等你，我们自己连流星雨都没看到。我前两天跟他说，12月份的流星雨一定要看。今晚采访取消。这个有影响，感觉蛮好用的。好。我就感觉我有点眼花了，可能睁太久了。你稍微站起来一会儿，光线会不一样的。我刚刚也坐在下面，有点不太舒服。对了，那个蒋老师，你加他微信，我再给你联系。哪个蒋老师啊？蒋泽老师，乐队的老师。他说联系你也不通过。我知道的是他呀。他说他加你好久，一直不通，给你打电话也不，他不理你，不和你好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他是他。我以后不跟他联系，我只跟你联系。我说好的。我说给你看片。笑死我了。那你和他说一下，不跟他联系。好的，那我等会去跟他说。是有一个蒋老师的。但是他说我是小白花蒋老师，我想蒋老师，我们单位应该只有个蒋哲老师吧？我有他微信的呀。搞错了吧？微信里这么说。就是他。结果就是他。太好笑了，他太好笑了。也不说个名字，真是。他都说了小百花蒋老师啦。那也有别的的，别人也会这么说的。那个委屈哦。生意都差点被弄了。哎呀，这眼泪被风吹了呀。我的面条呢？那蒋老师打我电话，我一定把他当骚扰电话。好可怜的蒋老师。他晚上应该在吧？在啊，专门跑到化妆间来了。陈丽君来了没有？我说陈丽君还没有。明明有这个白的。什么白啊？我说你有没有这个很白很白的白的？你说没有。你说是粉啊？我以为你说是膏。他这个跟开了免提似的。怎么，李莎姐姐就不是姐姐了？他没见过你。谁啊？我表弟。哦，表弟确实不知道，我以为他弟那个开微呢，开微吗？是吧？干什么你？不来。君君姐姐也没有用。你给你弟看了吗？我说他长得像那个。给他看了。胡明浩。然后他说人家帅，我说是，你跟人家比起来你有点老。你这个人亲姐真的是，我真的觉得他好像哦，尤其是这一把。就可能侯明浩眼睛比他稍微再大一点。而且侯明浩眼睛透的少年气，我弟的眼睛透的沧桑。什么鬼？但是能说我弟跟侯明浩一样帅，我真的是晚上睡觉都能笑醒。我真的觉得还是有侯明浩那个味道的。有点点，但是侯明浩的少年气更重一点。侯明浩是，他演了《一人之下》之后，我觉得他好帅好帅的一个男孩子，明星。哎呀，这个眼袋我也没办法。没有，还好。这边这个就是救过了，没用。没有痘痘比他多。扯平。我这是保你小命啊。就
就是眼角花了一下，其他都正常。你的夜指的是几点才算熬夜？就可能2、3点还没睡的那种。 2点还是3点多不多吧？我10点多就睡了。那你好健康哦！呀，我这要不要画鬓发了？要了，要了。对了，哎，老师，哎，差不多老师好哎，今天就这么轻松啊？对呀、今天没演出，没看演出。今天他看演出，看样子好。我先去把头梳一下，我把头梳好了然后再吃。这个好像下眼睛头是不对的。你就对着镜子那个地方提，不是啊，那个遮瑕呀。哦，我拿遮那是遮过了的。我平时是拿毛戈平那个遮。我知道2个小的那个是吧？对啊，那个很好的。你拿个我们今天没有啊。湿的头的笔吗？这个可以的呀。今天没有高级的这个遮瑕，效果还挺好的。真的是吧？这可以，这可以。这个来一点好一点。刚才那边的妆怎么跟这边感觉不太一样？嗯，没有，这个温水了，到那边一看，这个眼袋大不大？真的啊？那我也难逃一劫。哎，断掉了，好了。